我8岁开始习武，最初只为争强好胜，打倒别人，威风嘛。最早所习并不是咏春，虽然是个武痴，却没有明确的方向。16岁，因为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，心里埋下了一颗咏春的种子。这颗种子埋藏了好几年，终于在21岁那年发芽。那年，凭借着一股执着，我拜入师傅正宗门下，咏春的世界终于向我开启。自此豁然开朗，人的个性也随全路转变，去花招，去巧事，直接明了，朴实简洁。习武几十载，上门切磋挑战，甚至踢馆的不在少数。对手来的越多，好胜心却越弱。以力服人者霸，以德服人者仁。习武之人，武德高于武术。武术在于练心，练心最难战胜的不是对手，而是自己。有人问我何为咏春正诀，我想这就是了吧。郑祖杰，咏春拳第8代传承人，致力于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春拳。